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两件，拢是去甲冰岛。先来看大同，拍算要伫家己的大拿来去全国第一座的蚵仔壳的加工厂，为着要互店面更加了解设厂前后的状况，昨暝来举办说明会。但是讲这个店长简志伟，卖开一个牙，就讲话连讲2点钟，一大阵的店面苦苦等这个说明会是等无，是互这个店面代表江明鹤真不满。 大声来开炮，结果店长嘛起性地咯，表明3字经当场冰倒。店面火气大，质疑台顶店长的发言，店长嘛大声回应。店长也未讲完，店面代表嘛大声嚷。 店长冰岛冲向前要找代表理论，现场气氛真歹。警员紧甲双方杀开，场面非常混乱。大同希望伫嘉义县大拿镇兴建全国第一座蚵仔壳加工厂，想要到第一场说明会，店面代表江明浩不满店长一讲就2点钟，互在地居民等大同说明，双方发生激烈的口角。针对说明会冲突，大拿镇的店长简志伟承认。 家己做了错误示范，翻桌就是不对啊！那国骂也是不对啊！那针对昨天这一些不良的示范哦，我必须要公开的向所有大林镇民，包括全国民众来深深的来道歉。 对店长呛声的店面代表江明浩，伊嘛讲一时伤过匆忙，不过也是对店长不满。那就是一直的去点名所有的民意代表出来，那要民意代表来表态。双方拢对家己行为道歉，嘛拢表示是为着居民的权益设想。只是这场蚵仔壳加工厂的说明会，嘛因此伫混乱中收场。